家好，我係大熊貓嘉嘉。你唔好睇我身形太笨拙，我其實係爬樹高手嚟㗎。你睇下，我仲識打埋功夫添。我想做一個大明星啊！有 potential， 等我陳導幫你完成心願啦。拍電影真係好好玩啊！我可以喺會展中心上面爬嚟爬去，睇住幻彩詠香江啊！紅動香江喺全球熱播，深受人們嘅愛戴，嘉嘉都變成全球巨星，世界各地嘅人都特登飛嚟探佢，大大促進咗香港嘅旅遊業。紅動香江仲大大提升咗大眾對熊貓嘅保育意識，大家都慷慨捐錢俾海洋公園，支持佢哋嘅保育工作。喺香港國際機場都有嘉嘉同德德嘅展板，大家快啲嚟探佢哋啦！